这座位于国道214线旁的岩井天主教堂，是西藏境内唯一的天主教堂，所以也有人笑称，只要来过这里，就可以对别人说自己到过西藏的所有天主教堂。环顾天主教堂四周，发现整个大院形制是典型的藏式四合院，建筑外观装饰雕龙画柱，色彩浓郁，体现着典型的藏式建筑装饰风格。然而，主体建筑外墙正中的大十字架提醒着人们，这是一座天主教堂。教堂内部立马感受到与藏族传统迥然相异的文化氛围。教堂大厅是典型的哥特式高大拱顶，10几排长条木椅可以供上百名教徒在此做礼拜。教堂里挂满了圣母玛利亚和以圣经内容为题材的壁画。岩井天主教堂还发行了西藏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藏文版圣经。随着教堂钟声的响起，从村里四面八方赶来的教友们陆陆续续来到了教堂。他们先到教堂旁蘸取圣水，然后画上十字，向天主报告。虽然目前这个教堂还没有后继接任的神父，但所有教徒们还是安静有序地向主唱诵圣歌。随着此起彼伏的颂歌声响起，整个教堂瞬间充盈着神圣而静谧的气息。这些信奉天主教的藏族人，身着自己民族的服装，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歌颂着上帝。做完礼拜后的教徒们，在天主教堂的院落里三三两两的闲聊交流，享受着这份闲暇时光。